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做工仔人拍客速度》。本季阮准备一个故事，要来讲互各位听，内容保证精彩澎湃。是家己报，较袂吵吵呢。无碰风一个，是要安怎先人继续听？臭大分家鬼改要紧啊！等下人走了要安怎？啊，好，我继续绍介。这篇故事是专工邀请台湾大师做工仔人为咱节目特别写的全新故事，佮邀请到专业的配音员来替咱录音。明明就是你家己学袂全的故事，佮摕手机去互恁厝边录音，啥物大师？倒来专业配音员，毋通佮吐槽啊啦！安尼我是有才调主持耳，大师拢嘛是安尼家己臭单穿起来的。拜托你吹声踢咧，等下我请你去食肉丸啦。你讲的吼，我搁要配素心汤哦。好啦，安尼刷落来，请大家做伙来欣赏阮无眠无日用心制作的故事。阿龙，请奏音乐。明明就真凊彩，救人哦！古早，伫一个盖草地的所在，有一个细细仔囝的庄舍，庄内嘛无几户人家，其中一户是一对老公婆，老猛老，有哪会当抱土豆，身体勇健，老空间，毋是好野人，但是若莫计较，日子犹原是会得过。较无彩的是，拢无半个后生祖囝通含因做伴。因少年时，捌为着即项代志咧操烦。尾火头渐渐有，头毛嘛豆豆参几时白的时，规气看破接受。放下了后，颠倒逍遥自在，轻松度日。迄天，因厝呢要香火的茶得要无啊？老阿公早起顿食了，签单含狗仔烧体咧，趁日头还未盖炎的时，赶紧要去山顶树林内捡寡大茶，转来厝呢通煮饭香烧水。物件款好势，人随着出门。老阿婆徛伫门骹口，看因翁顺时起行了后，越头入厝，桌顶款咧。就甲爱洗的衫裤缀伫大骹桶，要去溪仔边洗衫。门关咧，骹桶冇咧，人就为溪仔边去。迄桶去溪仔边的路细条尔，讲是细条，嘛无得偌歹行。行无偌久，就听到沙沙叫的水声，搁行一地随着到位。来到溪仔边，阿婆伫遮洗衫洗几十年早就有惯势坐的位。溪仔边的石头，啥物形的都有，拄好就是有一块生甲亲像椅头坐着盖舒适。逐遍来洗衫，阿婆拢坐伫遮。坐好势了后，伊抬头看天，家己闹一句讲。天气真好呢，就开始洗就趁即摆日头当炎，甲衫紧洗咧，到厝才撇打。心内当咧想的时，手嘛无停困，一领裤拄洗好，迄去骹桶，额头要搁摕另外一领来洗的时，目尾去眼着溪仔头迄边有一个圆圆的物件。红花浮伫水面顶，豆豆流往即边来。阿婆心内摇疑，水流茶有影是看介济，就捌看过茶红花，迄到底是啥？人就去好闲，衫嘛无搁摕起来洗，工课先放咧，注心去想迄个物件。迄物愈流愈近，形体嘛愈来愈清。阿婆甲看互真，啊
哎哟，当时啊是一粒大粒桃啊，桃啊哪有栽掉生甲遮大粒，惊倒人。迄桃仔差不多伊双手箍起来遐尼大，甲遐奇，生目睭毋捌看过即款呢。溪仔边水浅佮清，水流平顺平顺，水底的鱼虾水草，拢会当看甲明明明。毋过伫较洼中的所在，溪底会熊熊变深，人就无才调佮行过，会渡水。阿婆啊撩落去溪呢，准备要护迄粒桃仔。伊人哪行哪挖溪仔中，行甲已经强要无骹路通徛的时，看到桃仔佮三顿就会为家己面头前流过。毋过若照水势，桃仔会流为溪仔上深的所在，就是人袂徛伫遐。看办势，家己一定护袂着，心内着急，煞开喙大声喊。桃啊，你紧来，来遮，来我遮。嘛毋知影是天公伯啊有保庇，还是桃仔听有伊的话，迄桃仔改成互吸铁吸过来安尼，豆豆啊流为阿婆啊的身躯边去，阿婆啊就顺顺啊甲桃仔接起来，摸咧，人就为拄则伫洗衫的所在去，惊迄桃仔磕着。佮好咧啊，甲桃仔囥伫溪仔边的石坡啊，人就拣一个摕着较舒适的石头边歇喘。人较无遐喘了后，阿婆啊开始研究即粒桃仔。伊看看咧，扫扫咧，佮片片咧，看起来是桃啊，扫起来是桃啊，片起来嘛是桃啊。偏偏啊，就生甲遮大粒。衫嘛毋洗啊，洗好诶甲无洗蓝蓝做一伙，拢囥落去骹桶，佮甲桃仔踏去你衫裤顶悬，骹桶摸咧，按算先转去厝呢，等因翁婿转来，才佮做伙参详拍算。来诶路正近，转去诶路共款遐近，就是加一粒3尺悬的大粒桃仔。阿婆骹桶摸咧行，迄粒桃仔佮拄好砸着目睭，头壳就爱起一边，才有才调看路。桃仔盖动，行无偌久就喘片片，就佮爱甲骹桶囥落涂骹歇一时啊，才有才调佮继续行一地啊。沿路安尼歇几若逝，到厝诶时，阿婆啊早就喘甲会箍鸡袂分火，规身躯软gorgor骹酸手颤，赶紧甲骹桶囥伫门口埕，门开咧，人就随拼伫交椅体咧，心内佮念一句讲：唉，人老真正是袂堪即操。到底咱明华甲阿桃的误解敢透会开？阿桃腹肚内囡仔明华敢要找上？剧情已经进行到上高潮。毋对出啦！拄则咧广告，你是咧拄久向？是阿婆迄出哦。好，拄则咱故事讲到阿婆啊忝到要死，摕伫椅仔顶，人老袂堪即操伤忝。煞怎啊安尼，目睭刻刻袂喘气。因老婆的抾茶转来，敢有法度接受遮尔酷刑的事实？摸转来的桃仔又阁要如何是好呢？人阿婆是咧休困尔，莫黑白共判死刑啦！安尼判无期的敢会使？你是法官哦？好，到底阿婆生死如何？阿公阁再来爱面对啥款的命运呢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后礼拜同一个时间，继续来收听精彩的故事。阿婆。
是阿龙，毋是阿伯啦。大家爱过来哦。骂完呢，骂完，弟无听呢。